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即马以哈战争已经愈加愈大摊，英国甲其他27个国家是呼吁爱随结束这场冲突。联合国是讲，这以色列援助系统呢，毋但危险，而且无够人道。另外，即马以色列最近是加强对加沙中部的这军事行动。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证实讲，伫当地这员工的住所甲仓库有受到攻击。 政府前时一下4月拢是掌握出现。根据加沙卫生部门数据，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冲突为2023年10月初7到达，死亡人数已经来到59029人，瓦6万。战火无停，加沙人道主义危机也当来恶化，因为严重欠食品甲医疗用品，便宜收地的营养不良儿童数据真紧的增加。المشكلة حاليا برضه الأمهات تعاني برضه من سوء التغذية ونقص الحليب عند الأمهات. مما يؤدي إلى سوء التغذية عند الأطفال ونقصان في الوزن، هذا كله يؤدي إلى التهابات حادة عند الأطفال، وفي بعض الأحيان يؤدي إلى الوفاة بسبب الالتهابات الحادة وسوء التغذية ونقص المناعة بالأطفا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顶个月加沙有超过5800名儿童防诊断出营养不良，这是加沙儿童营养不良人数连续第4个月增加。包括英国、法国在内有28个国家里已发表联合声明，呼吁随结束这场冲突，也表示以色列对加沙的援助系统危险佫无人道。The IDF has driven Palestinians out of 86% of Gaza, leaving around 2 million people trapped in an area scarcely over 20 square miles. Whatever this Israeli government might claim, repeated displacement of so many civilians is not keeping them safe. In fact, it's quite the reverse. 目前加沙有超过200万巴勒斯坦居民，当处伫灾难性的人道危机中，生活基本依靠以色列稳准政治的有限援助。以军最近佫一摆加强对加沙中部戴尔巴拉赫的军事行动，以军战车佫开始头一摆开入这个所在，这是加沙人道援助行动的重要中心。长期以来，避开大规模战事，以军研判哈马斯将人质藏伫这，根据相信50名人质中至少有20人也活着。世界卫生组织伫暗证实，为伫当地员工住所甲仓库遭到攻击。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对当地的情况感觉着惊，佫大声呼吁维持人生存的最后一条生命线，当咧帮忙。公司新闻地为您编译。